穴。胸部的是膻中穴，手肘、手关节、手肘了，手的关节。曲池穴那边走，他那脚呢是大拇指跟第二拇指这上面三个指头的高度，这两根指头有凹陷，之间有凹陷，往上找到好像连接在一起，平的那个地方。太冲穴，第4个是阴谷穴，洗的话要洗那个头胸啦背啊。